镜头来到新德县，这竹北市是连续3天举行祈福文化节。这届活动阁有请到白沙屯拱天宫的妈祖来到竹北天后宫的妈祖做伙了境，祈求国泰民安。这嘛是白沙屯妈头一摆入来竹北，这个活动是去引真侪信众到阵来迎接。 起码跑一个点了，竹北山马会正式起行。拜六白沙屯妈祖头摆来到新德县竹北地区，甲在地天后宫妈祖做伙了境。透早沿路拢是信众，要来参加这100年罕得看到的盛会。特别高兴，因为我第一次直接面对面看到我们近代的妈祖。今天早上起了一大早来准备贡品啊，还有一些结缘品啊，包括矿泉水啦、卤蛋啊。因为我们每年都跟那个妈祖过进香，对啊，然后我们已经跟10几年了。 就请的信众对行，进香队伍过公里长。供天宫主委指出，昨是国庆日，也是国家的生日，唔忙透过双马绕境，祈求国运昌隆、国泰民安。祈求妈祖会保庇咱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咱国运昌隆。咱嘛国家较来做生意了啦吼，而且嘛祈求妈祖保庇咱竹北市合境平安，大家大赚钱。很开心可以恭迎白沙屯拱天宫的妈祖，以及我们在地的天后宫天上圣母妈祖联袂双妈会，为我们主委超越主委来进行45灾8节有情的祈福。 妈祖沿路除了停靠新德县政府、竹北市公所以外，嘛特别来到警察局带来祝福。拜五开始连续3天举行竹北祈福文化节，也互竹北地区规个闹彩彩。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